国际消息，咱来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甲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伫北京会谈，除了保持对话，也有可能会邀请秦刚去美国，其他议题都无达成什么共识。不过，中国也是真明确表示，会把台湾看作是上重要的问题，甲上大的风险。因那布林肯按算19可能会甲搁较侪中国的高层见面，甚至是甲领导人习近平见面，而且嘛为未来可能的拜习会来铺路。 Very good. I saw you boarding the aircraft. Yes, and a couple of stops in Anchorage and something. Here we have a stopover.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问好协商了，就进行5点半钟的会谈。根据中国媒体报道，秦刚向布林肯表示，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，是中美关系内面上重要的问题，也是上清楚可见的风险。 因为美国国务院发的声明内面是无讲到台湾，只跟他讲这是美国国务卿5年来第一遍访问中国。布林肯强调，在咧外交加在咧所有问题上，拢保持开放的沟通管道，来减少误解加误判的风险。中国外交部是讲，中美关系怎么正是在咧建交以来上低点。 无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，也无符合国际社会共同的期待。另外，美国方面确定秦刚未来将会访问华府，中国也证实秦刚将会在咧双方拢方便的时阵去美国，不过也无时间表。在会谈中，布林肯希望中国会当释放被拘留的美国公民，阻止类鸦片合成品芬太尼的生产甲出口。 因为伊正和美国药物滥用的危机增加，美国国务院的声明也讲，美国坚持美国人民的利益加价值观，加盟友伙伴合作，朝向自由开放加维护国际秩序的方向行。中国外交部是指责华府骇客攻击，讲网络治安正少通报，也希望美国对中国的认识要客观理性，甲中国制定合作。目前双方对一向坚持的立场是拢无退让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。